泡面，泡面很香啦！30年来唔是卖泡面嘞。今年7月半特别买来普渡好兄弟，到一下还忙打开半包来食。俺不要按寒嘅天时，开一包来泡啊，莫打爽。记得泡面长出嘅时节，按到生里面。广东人一买啊多唔吃泡，就拿来上色。后来各种牌嘅美式嘅泡面，像水虾样嘅走出来，食材当上颜色。正经我卡位开始吃泡面，系因为两公婆爱上班，我喊煮饭本身人嚟食，故所泡面较夹。上海泡面买转来，滚水涨冲啊咯，个月芥末鸡球，接上订唔切。就偷偷的走去同个月打开来看，好失望。食堂人讲，按香按好食嘅泡面底度，肯定当多对身体有害嘅物质，听说做唔得长透食。